你信唔信血型決定你嘅命運？好多人都信 A 型人細心 ，O 型人領導力強。但係，生物學家嘅答案可能會顛覆你嘅認知。血型性格論喺亞洲好流行，我哋會用血型判斷朋友、同事，甚至感情對象。佢 B 型，一定隨性。或者 A 型做嘢實有交代。呢啲諗法根深蒂固，影響住我哋社交。但事實真係咁簡單咩？有冇科學根據？從科學角度，血型只係紅血球表面嘅抗原，主要同輸血疾病抵抗力有關。醫學界同腦神經科學界至今都揾唔到任何證據證明血型同大腦結構、荷爾蒙分泌或任何影響性格嘅生物機制有直接關聯。所以，將血型同性格掛鈎，只係一個美麗誤會。咁點解迷思咁流行？主要係確認偏誤同文化影響。當你信咗某種特徵，就會不自覺咁留意符合嘅行為，忽略咗唔符合嘅嘢。加上媒體同大眾傳播，迷思就越嚟越真。下次聽到有人用血型分析性格，不妨保持懷疑。每個人嘅獨特性同性格，係由成長經歷、環境等多種複雜因素塑造，唔係單單一個血型就定義到你。你覺得呢？歡迎留言討論。